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。第1节，乌西雅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16匹天使徛伫四后，每一个有6只翅，2只遮面，2只遮骹，2只做10臂。因彼此呼应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庆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颤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：我有灾祸，我灭亡啦！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然后有一个16匹飞活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炭对祭坛顶抹一块日热的炭，将炭捂我的嘴唇，讲：呾，即个捂着你的嘴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我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